那你俺那走咋过的嘛我？今天过那你我到吃日底啊是俺们只还过得不俺一就嘛叫什么嘞？在俺乌鸦过电视的那里，这个名口是听你买个关你喝摩洛特，一喝我的你没给他的喝，这个在外这是你们活的有什么？这听有吗？你们的还是你们嘞？哎我呢，我嘞一路路哈，我讲现在这上都是。这他妈呀，这不要我的，这样的嘛，是，一般木罗给的嘛呢。俺这里你查着老好年嘛，忙那边呢，这也没我吃，这样都这样。边呢，这还没这那给他们嘞，俺们没的白了嘛，那吃很矮，啥子很矮，好的嘛，那的很过的嘛那。How are you? 啊。